係劉建榮，係一個音樂嘅從業員。我今日咧就嚟睇《牡丹亭驚夢》，我覺得咧觀演員都係表演得好好，特別佢哋係咁年輕都有咁嘅演藝，有好大嘅進步嘅。阿黃成斌咧，我今次睇佢咧有好大嘅進步，希望佢繼續努力。劉麗咧係以前相識佢好耐㗎啦，估唔到佢而家咧仲好一流，進步好多好多。希望各位觀眾咧大力支持我哋嘅粵劇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粵劇促進會會長黎慧英，今日非常之開心嚟到香港看我哋香港新興粵劇藝術團嘅演出《牡丹亭驚夢》。我係睇該團演出第3年啦，每一次嘅演出咧，我覺得都有令我驚喜嘅地方。我哋粵劇嘅《牡丹亭》係有特點啦，特別係整個劇本起承轉合好完整、好流暢。粵劇藝術團嘅演出咧，整個表演、舞台製作、演員嘅演出、唱腔、音樂啦，呈現咗一個《牡丹亭》佢嘅優雅。整個風格咧，我覺得係表現得非常之好嘅。兩位演員嘅表演都係非常之出彩嘅，唱做我覺得都呈現咗牡丹亭嘅優雅啦。但係咧，我覺得我哋睇到香港版嘅呢個粵劇咧，除咗佢有佢嘅典雅，但係從另一角度咧，我覺得都有我哋香港嘅嗰種風趣啦、幽默啦。整個戲當中咧，佢係使觀眾非常之投入，而且咧觀眾同台上嘅戲咧係能夠互動起身嘅，比較輕鬆。演員嘅表演亦都係好鬆弛，但咧佢亦都好規範。咁呢個無論從表演身段啊、個戲做戲啊各方面，我覺得係有我哋粵劇傳統嘅規範。但係咧整個戲嘅表演當中咧，佢亦都有好多嘅插科打諢啦，就使得個戲咧既優雅但又通俗，好值得我哋國內粵劇學習嘅。